耶穌與亞巴郎之三，耶穌比亞巴郎還大。上文記述耶穌暗示敵對嘅猶太人係魔鬼之子，惹嚟佢哋不滿。猶太人遂向他說：我們說你是個撒瑪黎雅人，並附有魔鬼，豈不正對嗎？撒瑪黎雅人一向拒絕承認猶太人係亞巴郎唯一嘅直系子孫，有權獨享天主俾亞巴郎嘅恩許。耶穌早前指責嗰啲猶太人唔係亞巴郎嘅後裔，因此佢哋話耶穌係撒瑪黎雅人。另一方面，從宗徒大事錄8章有關西滿術士嘅敘述可見，撒瑪黎雅人對附魔或者有魔法嘅人頗為受落，所以猶太人稱耶穌撒瑪黎雅人，同話佢附有魔鬼其實冇分別。於是耶穌以佢對父嘅尊敬為理由反駁佢哋。耶穌答覆說：我沒有附魔，我只是尊敬我的父，你們卻侮辱我。然而我不尋求我的光榮，有為我尋求而行判斷的一位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誰如果遵行我的話，永遠見不到死亡。耶穌一而再咁重申，佢唔尋求自己嘅光榮。呢一句話同49節嘅我只是尊敬我的父，可謂一弊嘅兩面。事實上，真正喺度尋求嘅係天主，佢喺度尋求耶穌嘅光榮，而天主嘅尋求亦都成為佢對敵對耶穌嘅人嘅判斷。天主平反並且光榮子，令到不信嘅人步向死亡同魔鬼嘅境地，但係為嗰啲遵行耶穌嘅話嘅人就唔會啦。51節嘅許諾好接近5章24節嘅申明：聽我的話便有永生，不受審判，而以出死入生。猶太人向他說：現在我們知道你附有魔鬼，亞巴郎和先知都死了，你卻說：誰如果遵行我的話，永遠嘗不到死味？難道你比我們的父親亞巴郎還大嗎？他死了，先知們也死了，你把你自己當作什麼人呢？猶太人一貫咁誤會耶穌嘅意思，以為耶穌談論物質嘅死亡，因此俾機會耶穌作進一步澄清。我如果光榮我自己，我的光榮算不了什麼，那光榮我的是我的父，就是你們所稱的我們的天主。你們不認識他，我卻認識他。我若說我不認識他，我便像你們一樣是個撒謊者。但是我認識他，也遵守他的話。你們的父親亞巴郎曾歡欣喜樂地期望看到我的日子，他看見了，極其高興。如果話以色列嘅歷史開始自天主俾亞巴郎嘅恩許，咁耶穌堅持佢係以色列呢一個歷史真正嘅滿全，因為亞巴郎所期盼嘅正係耶穌。猶太人就對他說：你還沒有50歲就見過亞巴郎嗎？耶穌回答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在亞巴郎出現以前，我就有。耶穌同亞巴郎嘅對比相當明顯，耶穌係源自亙古直至永遠嘅存有，而亞巴郎係有限嘅受造，喺歷史某個時空中出現之後，他死了。所以耶穌嘅呢一句，在亞巴郎出現以前，我就有，成為咗天主俾子民嘅救恩許諾嘅基礎。我就有原文 ego eimi 係若望福音多次出現嘅上主神聖嘅名字我是，因此耶穌可以恩賜真正嘅自由同埋克勝死亡嘅永生。猶太人亦都明白耶穌嘅意思，所以認為耶穌喺度褻瀆天主，要用石頭掟死佢。他們就拿起石頭來要向他投去，耶穌卻隱沒了，從聖殿裏出去了。
呢啲人嘅行動證明耶穌講出咗真相，猶太人好似佢哋嘅父親係殺人嘅兇手。耶穌於是從聖殿隱沒咗。呢一度亦都呼應7章10節所指，耶穌最初係暗中上聖殿過帳棚節嘅。首尾嘅呼應將若望福音7至到8章緊緊扣喺一齊。耶穌喺帳棚節嘅啟示言論之後，將以行動展明佢點樣做世界的光。